大牌循環，大仔對長期照顧母親的真實感受。關鍵，他不是一邊辛苦一邊愛，而是一邊厭煩一邊演。照顧已經不是出於情感，而是出於義務與形象維持。細牌，一張嚴重病患的圖片，但是倒轉，即代表不用再醫治了，計時炸彈已拆除。他來說，母親的存在或病情變化，原本像一顆隨時會引爆的炸彈，可能是麻煩、責任、秘密外泄的風險。拆除代表只要停止治療，或讓母親不再被積極救治，這顆炸彈就不會再威脅他。四易經牌第一卦表父權，父親，只要有阿媽在一，始終都有血肉相造連，該有一條出路了。代表父權，父親，源頭，血脈的延續。對大仔而言，這可能是好事，父親不再有依靠，家庭結構徹底瓦解，他就可以完全擺脫，終於做到真正當家作主，所有事情他說的就是真相。圖二，大牌堅定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為正常倫常，至親去世應盡快通知家人及親朋，這是基本尊重與情感聯繫。他的行為刻意延後2天，這2天可以做很多事，單獨處他所謂正確的事，控制資訊，防止干擾，確保一切按他的劇本進行。細牌蛇行，狡猾、邪惡，暗下進行，不能打草驚蛇。他害怕其他家人如果太早知道母親死訊，會趕來醫院，會介入處理，會問問題，會發現不宜外泄的事。易經39卦導致，障礙已除。39卦牽卦正位，代表困難、阻礙、寸步難行。導致，原本的障礙被移除了，路通了。2份文件的權力，監護令，生前控制母親的一切。死亡證，母親死後，所有法律責任、醫療記錄、後事安排，都由他主導。世上已經無人可阻止他了。圖3，大牌，如果一個人只是正常保護母親，維持病房秩序，不會出現罪惡感與羞愧。之前有出流現罪惡感與現在羞愧的出現，代表當事人自己知道做了不該做的事，至少在他的道德或禮教標準裏是站不住腳的。他不是無知或衝動，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因此內心產生衝突。細牌穿制服的官員、警察、醫務社工、法院人員、院方管理層，應該是制止違規、維護正義的角色。導致制止沒有發生，或者該制止的人沒有被制止，反過來成了大仔達成目的的工具，在很為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順利完成。大仔的計劃，隔離母親，禁止探視，防止資訊外泄，在沒有被真正審查的情況下成功了。天網恢恢是反諷，制度看起來很嚴密，但實際上它繞過去了。易經11卦和平，泰卦正位，天地交泰，和諧、通暢、完美。這裏的和平與完美是屬於誰的？是大仔自己的。最重要的人失去了，母親的消失、死亡或完全被隔離，讓他的生活中不再有麻煩，不再有被揭穿的風險。這是一種徹底自私的太平，換取他個人的安寧與控制。圖4，大牌對家的定義是排他性的，原生家庭、父母、兄弟、親人，不是他的歸屬，而是障礙。他自己的小家庭，可能是他與伴侶、子女，才是真正的家。細牌雷電風雨形容自己走過的路，任何道德勸說、親情喊話、孝義提醒，對他來說都已經失去作用。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斷然決裂，既然已經做了那麼多，包括違心事，就不可能再收回。易經第21果斷卦細合，象徵以果斷剛硬的方式咬斷障礙。大仔正是以此為心法，斬斷親情，壓抑罪惡感，強迫自己冷酷，並把這種無情稱為大丈夫的果斷。一句話總結，他刻意破壞原生家庭，而
以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絕對控制。她已經不再考慮回頭，並以果斷大丈夫壓抑罪惡感。她認為人越少越安全，最好連父親都納入控制。她甚至用你有幾個孫作為情感綁架，讓其他家人不敢反抗。